Hello，大家好，我係康姑娘，歡迎各位家長以及喺海外以廣東話教授繁體字中文嘅導師、有心人們。呢條片我會介紹一個香港教育局嘅網站，以及運用呢個網站可下載資源嘅方法，同埋點樣可以加工到更加適合俾海外香港人小朋友去使用。事不宜遲，我哋嚟睇咗呢個網站先。好，當你開到個網站嘅時候呢，一開始個版面呢，佢會係有啲簡介啦。咁呢個網站嘅資源好豐富嘅，佢由一年級去到6年級全部都有，而每個年級呢，有8至10課嘅課本可以下載。佢呢有 Word 檔、Microsoft Word 檔同埋 PDF 檔案可以下載，以及佢仲有聲音檔嘅。喺我嘅使用上高呢，我就唔用佢嘅聲音檔，我就只下載 PDF 同埋 document。而喺下載完之後呢，PDF 呢就如果你係喺Mac 機嘅話呢，可以再打字上去，再去 edit。但係如果你嘅電腦冇辦法喺 PDF 檔上高去做任何修改嘅話呢，用 document 都可以做到。但係 document 呢就會走位，稍後會再介紹。咁而家呢，我哋睇咗 PDF 檔案，佢究竟係乜嘢嘅樣先？因為咧，啲檔案咧，其實就唔係好大，但係佢量多，同埋咧，我建議嘅係各位家長就同埋導師，盡量真係一次過去下載晒佢，以免網站上高有啲乜嘢嘅問題會可能有啲唔見咗咁樣嘅情況，所以盡早將佢下載定，咁就更加好啦。好，我哋嚟睇一睇啲 PDF 檔會係點先。咁咧，PDF 檔可以睇到好完整嘅教材佢嘅樣。咁但係咧，始終佢係一份課本嘅形式，所以咧佢就相對缺少咗一啲工作指引，即係話呢一個部分小朋友應該要做啲乜嘢，或者淨係好似呢一張圖上高咁樣，佢需要係點樣去解釋返啲人物或者圖片，就其實好需要家長或者導師嘅指引，小朋友就咁睇唔會睇得明嘅。所以如果要運用呢一份教材嘅時候，導師當然冇問題啦，可以自己寫一份教案作為使用佢作為呢個課本嘅嗰一課課堂內容。咁如果係家長嘅話咧，我建議你要睇咗呢份課本，跟住再去諗下可以點樣去好好地運用，以及咧喺屋企嘅時候咧真係設定返某一個時間係專門就係中文訓練，就唔係當佢係睡前故事咁樣用。同埋咧，語言係需要持續運用先有進步嘅。咁所以喺呢度真係咁多課嘅話咧，可以慢慢地一直咁樣去使用佢。咁課本我哋去瀏覽一次先，佢有呢度啦，看一看，說一說，有一個睇圖，然後要說話去表達嘅。咁家長可以喺呢一個位置引導多啲小朋友去講嘢，同埋咧聽翻佢嘅發音，小朋友嘅發音係咪符合翻廣東話嘅聲調？因為喺海外嘅小朋友真係講得多外語嘅時候咧，佢嘅中文咧就會有外國人口音㗎啦。
咁所以咧，如果尤其以後目標係去考一啲國際考試嘅中文科嘅話咧，更加需要修正調整翻啲發音。咁除咗看一看之外啦，仲有聆聽嘅聆聽，跟住同埋都係説話，以説話聆聽為主。咁但係稍後其實就會介紹俾大家知，可以加工到變成有寫作添。好啦，説話，説話。咁呢一度，譬如問一問佢，其實個説話咧係需要小朋友本身有足夠嘅詞彙庫，去講得到圖畫入面佢究竟發生緊咩事。譬如呢個係飲水，呢個係睇書，呢個係開冷氣，呢個係開燈。好，問題嚟啦。誒，我哋嘅呢一份教材咧，佢嘅説話，佢係按照書面語中文嘅文法同埋用字嘅。譬如呢度，佢係問你喜歡什麼科目？我喜歡中文咁嘅模式。咁嘅時候咧，佢就同我哋日常講嘢説話嗰度就有少少割裂咗啦。因為日常説話嘅話，我哋口語就會講你中意咩科。所以喺呢度咧，其實可以將佢調整。譬如呢個位説一説，可以變成寫一寫，因為咧佢嘅模式其實係一個問咗之後，我就答我喜歡中文，咁就可以轉啦。中文呢度就可以轉為英文、數學常識、音樂、體育電腦咁樣。咁呢度就可以加一行俾佢。如果你係冇呢個 PDF 檔改嘅話咧，就應間喺 document 嘅時候教。即係如果你有得喺 PDF 度改嘅話，你就可以喺呢度俾一啲一二三，跟住之後標翻啲圖案，一二三跟住嘅圖案 number，跟住譬如呢度標翻。咁我哋咧就可以喺呢度。譬如一係呢個英文，咁嘅時候咧就可以答啦。一嗰度就答我喜歡英文，咁樣寫字，記住句號啊，記住完整句子。咁嘅時候咧就可以真係讀寫聽説都可以訓練得到佢。同埋我哋有個情況就係呢一份教材咧，佢係冇任何嘅拼音同英文指示嘅，咁所以咧呢個都係需要加工嘅。好，後面都係一啲練一練、聽一聽，跟住畫畫。咁譬如呢度啲畫畫咯，你就可以將佢改做寫作又可以，係啦。好，咁我而家講解一下點樣可以更加好咁樣用到拼音。好啦，喺 Word 檔上高個 document 咧，其實就同個PDF 基本一樣嘅，但係佢會有咩情況咧？佢會走咗位，同埋一開始開嘅時候咧，會有一行指引，就係有一行指示，就係話呢個係唯讀檔案，因為有一啲嘅字形係有版權受限制嘅。咁只要咧撳翻嗰個解除受限制字形嘅時候咧，你就可以獲得翻個 edit 嘅權利去存取同更改噶啦。咁大家見到佢走晒位嘅，咁所以咧，當你要運用嘅時候，你就要去將佢改動翻啦。好啦，咁咧，你見到啲字形都係好跳脫，因為佢真係一轉咗落嚟就走位啦。有陣時啲圖案都會走位嘅，咁所以都要再執。咁呢啲就唔教啦，圖案嘅執。我主要就講咧點樣去更改翻個字體，作為一個有韓語有廣東話粵語拼音嘅字體啦，同埋咧你哋可以咧係加翻一啲英文嘅，譬如好，我哋呢度
姓名，咁前面加翻係乜嘢？加翻係 name 啦，跟住就班級，班級就相對可以唔需要，但係睇下如果你係一個導師嘅話，可能你都需要保留嘅，咁自己去取捨啦。好啦，咁咧就稍微要收一收細。好，跟住之後咧，啲字形咧可以用兩款嘅字體係下載得到落嚟，跟住就可以進行呢個改動嘅。一個咧係 Wing 分，佢係咁樣樣下載落嚟之後，個檔案係咁嘅。跟住佢就會喺當你使用咗呢個字形之後啦，佢就會直接喺個中文字上高顯示到呢個中文字嘅粵語拼音係乜嘢。呢個 Wing 分嘅字體，佢嘅優勝之處咧係佢係免費嘅，但係咧佢嘅缺點都明顯嘅，就係咧，譬如呢度校長。當我哋使用 Wing 分嘅時候咧，佢其實係變咗校長，個拼音係長，而你係冇得更改佢嘅拼音指示嘅。好，所以如果你真係好想小朋友真係可以嘗試自己去拼，就住個拼音去讀到啲中文字嘅話咧，咁就呢個 Wing 分咧就比較令到你冇辦法小朋友係自己自立去讀啦。自立去讀嘅意思係，譬如呢度老師，咁小朋友可以就住一個拼音嘅嘗試，譬如呢度我哋見到 LOU，其實佢係啦同埋 O 嘅韻母，跟住佢就可以嘗試咁樣老咁樣，小朋友可以拼到出嚟，跟住咧。因為有一啲字其實海外香港人小朋友佢本身喺屋企會運用到廣東話嘅時候，當佢讀多兩次，佢就會發現，咦，原來呢個字係老師喎咁樣。咁但係如果個拼音係錯誤嘅時候咧，小朋友就冇辦法可以正確咁樣拼到出嚟去嘗試自己讀啦。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就要介紹一個付費，但係佢唔係好貴嘅付費嘅粵語拼音嘅字體，就係粵語字體，或者以前佢個名叫視像字體。咁佢咧有幾款字體嘅，我就比較偏向中意用彩色呢個。咁佢咧就會有呢度一開始默認都係校長嘅，咁就要開呢個字形呢樣嘢出嚟，跟住去揾翻呢個連詞，咁就撳翻全部，我就通常撳全部噶啦。連詞出現咗之後咧，佢就自動變成校長添噶啦，個拼音係唔同咗嘅，意思係字頭嘅。好，如果你發現佢係唔識自己轉嘅話咧，咁你就打波浪鍵，打波浪鍵嘅時候，其實佢就會一路轉緊啦。係啦，校長。打全形波浪鍵，咁呢個字體嘅好處就係佢可以挑選翻一個正確嘅拼音，等小朋友可以嘗試自己讀到一個中文字。但係當然你話佢嘅缺點就係佢要收費啦，真係呢個冇辦法，因為佢功能性比較多嘛。同埋另一個咧就係佢嘅字體比較細啊，譬如佢而家係26。隔離老師都係26，而最原始嗰個校工呢個字係最原始檔案嘅時候，佢都係26。咁好明顯睇到個字其實係好細，咁所以如果你要你要印佢出嚟，或者你要擺翻靚佢嘅時候，你可能就你想等小朋友睇得清楚啲，你就要加大個字體。但係加大個字體嘅時候咧，就會令到佢佔嘅空間都大夠咗。咁佢更加會走形，咁呢個就係呢個字體會有嘅情況。咁但係你話佢好唔好咧？我覺得佢係好好用嘅，
所以大家家長佢唔係好貴嘅啫，大家可以都照樣試下買佢嚟用啦。咁跟住去翻頭先講過如果你係冇 PDF 更改嘅方法嘅話咧，就可以喺 Word 檔呢度更改。譬如頭先講我喜歡乜嘢科目呢度，咁你就可以喺翻呢度寫打翻咯。一跟住二三咁樣，咁可以縮細翻啲字啦。當然一二三，咁等小朋友一二三四五六啦。跟住呢度你點樣喺圖畫入面或者呢個方框入面加字咧？咁就係其實係一啲 Word 嘅基礎功能，你可以插翻一個文字方塊。咁你打完個字先。記住打完個字先將佢移動入去個框架入面，係啦。又或者你直接喺呢度加字都得，係啦。咁Word 嘅使用我就唔再多教啦，因為唔係呢份教材上高嘅嘢，即係大家如果有需要知更多嘅話，就可能自己 Google 翻點樣使用啦。好啦，呢個咧就係可以更改拼音嘅嗰個粵語字體，係舊稱叫視像字體。咁粵語字體佢好簡單嘅啫，買咗之後咧，佢就有一個誒 drive 咁樣可以俾你 download 唔同嘅字體檔案，因為佢除咗有彩色嘅，佢都有黑白色嘅，同埋佢有呢度有黑體啦、傳承宋體啦、符合香港教育局指引嘅楷體啦，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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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就睇下幾多錢先。佢好似係啦，佢常規哦，佢以前有三款嘅，而家得翻兩款。好，佢常規咧就有三種字體嘅時候咧，就32美金。咁如果假設你真係有經濟困難嘅話咧，你可以用優惠碼去有discount 係啦。咁如果你好需要更加多大啲嘅粵拼，即係覺得啲粵拼 regular 嘅話好細喎，睇唔清楚喎，咁可以買貴少少嘅 version。同埋如果你係作為家長，你想去真係已經有一啲我哋嘅書係有粵拼嘅書嘅話咧，呢個貴啲嘅 plan 咧，佢都已經有，譬如動物農莊，有一啲聖經有啲唔同嘅嘢去唔同嘅內容物，咁佢就貴啲，就60美金。係啦。咁如果你係做緊粵語推廣嘅工作，仲可以直接去聯絡佢，有特別折扣。咁聯絡嘅方法有 Threads 或者Facebook，咁我就唔撳入去啦，因為咧我要講另一個字體，咁就 Wing Fun，Wing Fun 佢通常我見到佢就會個名 download 咗落嚟就會變成超元宋體咁嘅名咯，咁但係其實佢叫做 Wing Fun 嘅。咁我咧就淨係 download 咗超元宋體香港語言學會呢個，咁就撳翻免費下載就可以啦。咁如果你有需要係斜體嘅，即係個中文字係斜嘅，咁就自己再選擇。佢另外仲有一啲比較得意嘅嘢，就係可以變成倉頡，咁佢就會變成上高有倉頡碼咁樣，係啦，都幾搞笑嘅。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就唔太真係需要啦。如果真係海外香港人小朋友嘅話，粵語拼音都足夠佢可以打到中文字噶啦。好，咁今日嘅介紹都差唔多啦。如果有任何問題或者有任何需要可能係補習或者即係中文上高嘅1對1中文班可以再聯絡我。咁希望各位小朋友快高長大，學業進步。各位嘅教育工作者工作順順利利。今日講到呢一度，拜拜。